晚係蔡雪瑩同大家睇天氣。入夜之後咧，局部地區有驟雨㗎。睇睇雷達圖啦。今日嘅雨區咧，相對零散一啲，而主要就係集中喺港島區、中環同埋黃竹坑。入夜之後有幾毫米嘅雨量㗎。而尖沙咀天文台錄到嘅氣温係介乎27.2至到30.6度。11點鐘氣温咧27.5度，相對濕度82%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聽朝有一兩陣驟雨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氣温都升得幾高㗎。咁高温咧有32度，吹和緩嘅偏東風，初時風勢清勁。一股較涼嘅東北季候風會喺星期四左右抵達華南，咁令到咧朝早嘅天氣都涼翻啲㗎。星期四、五嘅低温咧跌到落24、5度，大家要注意啦。咁而預測聽日嘅空氣污染水平咧就係中等至偏高，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0，強度係屬於甚高㗎。嗱，天號登陸之後咧喺太平洋上面又出現咗另一個風暴啦，颱風柏布啦。現時係集結喺東京以南大約970公里，咁預料咧大致係移向日本以南嘅海域。嗱，而家睇呢一個颱風比起天號登陸前嘅樣啦，明顯佢嘅外圍雲雨帶係較為少，咁而且結構咧亦都係較為鬆散一啲㗎。但係由於咧佢距離陸地都仲有一段嘅距離，咁吸收咗海水嘅暖濕空氣之後咧都會逐步增強㗎。回顧一下天號嘅破壞力啦，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咧？本港嘅天文台多次提醒要小心風暴潮，咁結果咧就喺汕頭嘅沿海一帶發生咗，出現咗咧超過50年一遇嘅最高潮水位，咁比正常咧係高出達到半米至到2米㗎。風暴潮再加上暴雨，嚴重影響咗沿海一帶嘅城市。又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。台北高雄有驟雨，廈門多雲，廣州有驟雨，澳門明朗，首爾多雲，瀋陽同北京都係天晴，上海有驟雨。日本嘅大阪多雲，東京有驟雨。東南亞地區巴厘島多雲，雅加達、新加坡、吉隆坡都有驟雨，曼谷有雷暴。胡志明市有雨，馬尼拉有雷暴。孟買有雨，卡拉奇天晴。澳洲墨爾本明朗，悉尼、布里斯班都係天晴。惠靈頓、奧克蘭有雨。睇下美洲，多倫多、紐約、芝加哥都係天晴。溫哥華有驟雨，三藩市大風，洛杉磯天晴。歐洲方面咧，阿姆斯特丹、倫敦、法蘭克福以及係蘇黎世都係多雲。天氣講到呢度先啦，晚安。天氣報告係由舒緩飲飽食滯有病唔使怕嘅保濟丸提供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瞬間看地球，係由太子珠寶鐘錶及寶齊來贊助播映。以下時段81台翡翠台及85台高清翡翠台將進行分途廣播。跟住康悅信貸快遞物業貸款有錢機，只要係娛樂頭條。